雪月城号称天下第一城，此事不给我们一个解释，就别怪我无双城不客气了。列阵！哼！师兄，真要打了！你拉我干什么呀？你倒是放人去啊！再晚可就来不及了。雪月城开列出了千人剑阵，城主，我们还要攻城吗？准备攻城。此阵确实厉害，可我无双城也早有准备。诸位无双城战士，大家听我说，雪月城此阵不过是堆起众多年轻弟子，以他们的性命助阵。雪月城专横跋扈，视人命为草芥。今日我无双城便替天行道，重新夺回这天下无双的名号。没错，千人剑阵首要的就是人多。可是雪月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弟子？那是因为江湖之上有很多门派的年轻弟子都愿意到这里来学习武艺，那是仰仗雪月城的名号。但是雪月城值得他们因此付出性命吗？城主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他，老狐狸吧。江南段家，岭南4大剑派，天山9门弟子听令，你们的门派并不愿意参与此次的纷争，我这里有你们门派掌门的手信。如若你们不愿参战，可以离开了。吾等今日拜师雪月城，便是雪月城之弟子。你问吾之门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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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是雪月城。